第13屆上义國際木雕藝術節上週日15月結束嘅，當年如鬧鬧熱熱安尼辦嘅木雕藝術節，今年嘅主題係傳承。木雕大師唔係35年路培養嘅出地，老一輩嘅木雕師傅引來引手嘅，佢當年嘅新生態，更加也變做中生態嘅。後生嘅特色有學者形容安尼嘅傳承係失落嘅20年。好在研究呢，大環境咁冇安好，安尼比起來木雕業係唔會冷漠，已經有廿個第二代都轉起來接白，同時也開始有大學畢業生興起上義學木雕，上修傳統木雕嘅手藝。向下嚟上義看下一個親由台灣在地客家美系嘅木雕，更加現況用呢，要用嚟傳承呢。一道一道剪卡，空氣度慢耐做喜怒氣的香味，像按樣按完整的喜怒氣，也愛浸越來越困難。一道雕刻的時節當專心，唔會打上素材。做雕刻之前是要先打草稿嘛，打草稿以後，然後再下去打粗胚，粗胚打完了哈，你要打這樣的以後，然後再下去修飾，修得比較細膩，細膩完了，然後再去磨砂紙，磨砂紙後來要噴漆。啊，噴漆的話，可能就要差不多3遍到5遍啦。一件木雕作品對打出牌都完成，一到後輩學業生意，就在雕刻的技巧同創業，先考定清下來。楊公山本來係台中太監人，19人歲就去到上義拜師學雕刻，到一下一年木做50年。上義的木雕跟其他的地方的木雕不一樣，最大不一樣的地方就是說，他們的木雕是從唐山，我們老祖宗從唐山到台灣帶過來的，帶過來以後都是他們那些技術，像家具啦、廟宇啦，或是神龕啦、佛像啦，這個基本上都是從沿用唐山帶過來比較多。我們上義都是原生原地發展出來的。日據時代，日本人來這邊提煉樟腦油，他看到很多一些樟木，所以他就是提煉樟腦。那剩下的木頭木塊，就是我們在地的一些鄉民就會帶回家去做擺設。那日本人也看到這樣的一個東西，就是說它具有生活實用性。那之後，在地的人具有一些藝術天分的一些居民，他又加入一些雕刻的簡單的雕刻技法，我們俗稱巧雕。那它是一個土生土長的一個台灣的一個文化。那甚至我們可以說是一個客家一個代表性的一個文化。8年前，日本人到上義同路一大伯到藏書公路，冇想到存下來書頭，幫客家老主公讓政府下照書形雕出各種形呢。唔單止日本人看到商業價值，自然就形成了上義木雕工藝。美軍駐台時期，咩考上義雕工進來駐運。到民國60年到70年代，係上義木雕剛勁興好時期。上義規劃上人口，需要一般客家組織推廣做木雕。本來就一個睇下一個細細一個木雕館也開始做，後尾規則水泥架，嗰個全向，也有加上一個國際嘅一個木雕嘅交流，個競賽啊嗬，然後呢變到一個上義木雕展呢，變到係世界級嘅國際級嘅一個發通嘅，也擺場也擺就10個國家哦，有97項嘅作品，來比賽來交流。國際木雕藝術節辦到今年，已經係第13屆嘅，一項節慶嘅內容，讓木雕產業發展的好快有當層嘅關係。當到一係木雕老師傅都會頭幾樣時，上義木雕愛受講緊清好時節，落成嚟做木雕。不過總講，木雕唔係成法天才用到嘅，韓國大量作品大家來競爭。同唔見現年代木雕產業各將對工藝製造業轉型變做係觀光製造業，同老年人潮背後面對木雕產業危機，包含愛情素材越來越困難，人才沒有減多嘅現象。目前在台灣的木雕產業，它都是向東南亞進口。可是東南亞的木頭部分，因為現在中國大陸他們都是大批採購，所以我們台灣目前在取得這個木材的部分是比較困難的。那我們現在台灣的一些木雕師基本上已經有一些新的思維，就是說他會去用
所谓的比较小块的一些木材去把它拼凑起来。那这种可能是未来一个永续木雕的一种趋势。最大問題也係斷層啊，差唔多斷層有20年左右。也係我哋去訪問嘅結果，主要講也好想去看唔看做嘢，個佢訂單咩冇按到嘅，佢真係差唔多有50%到60%睇嚟到上年就是50%-60%睇到買東西過來咧，買嘅睇到嘅作品哈。因为最近眼睛眼力跟体力没有像以前了，主要是眼睛。现在做一下，我可能做个半个小时，可能要休个10来分。以前我觉得好像都不用休息就一直做啊。40歲施正木係新北市人，佢雕刻神術已有名，作品接送到國內外參加展覽得獎。冇聽錯，這樣是安眠世界最以為正經目標嘅使命。26年前對福建迷工畢業過後，佢一心想做木雕，做下南神醫拜師。這樣是還是係清後生嘅木雕師，也未變做為終身托嘅。一開始也蠻好笑的，因為我剛來3月的時候，我師傅剛好不在，然後我就自己跑去問我師母，然後說你真的有興趣的話，可以等我師傅回來，因為他剛好送貨去竹北。然後一做就他要7個多小時，下午1點多等到晚上7、8點，我師傅剛好送貨回來，然後就稍微聊一下天。他說你真的有興趣的話，你至少要帶你父母親過來，因為畢竟是要住3億。老一畢業木雕師單單經過係幾廿年嘅學士成分，古經過係採體12年，佢親強係雕刻牛嘅同馬嘅一直吉祥嘅通活。這個工作室係同3年交流套扶貧嘅木雕一條街，也大部分木雕作品都係 made in 台灣採體師傅自家雕刻出來嘅。俺哋頭擺是走成5條，不管春夏秋冬，放了都攞到嘅。師傅嘅到位係磨力呢，一拿你就要知道磨刀。磨刀唔金是，從邊解嚟講有力磨力，這樣一看就知道了。他有。你真是力也多啊！在劍芒了我了，看不了那條白線，那就有力。第一年就是開始磨砂竹啦，鋸那個鋸木頭啦，去給那個師兄做啊，然後才1年再磨砂竹磨1年，還有用玻璃還在削外殼，然後再還可以的話就在買那個一副工具給我們啊，就開始磨1年，還慢慢就師兄教師弟。唔點名係太師祖門嘅事誒，見到祖門做苗栗同城人，因為3年發展會當好，就喺度一下，這個工作室裡對你們人為他佢雕刻一定賺到嘅素材。天蛋派年唔過學時太少，3年前科技業開始流行模型化時節，佢就係拉嘅阿姨兒進來接班，一下天一台雕刻嘅功力，咪慢慢地展現出來嘅。若不經驗唔好，變到本身嘅目標傳承越嚟越低。因為我兒子是來德工作10幾年嘛，啊10幾年工作那景氣不好，啊看差不多3萬多就養一個家庭付不起來啊。然後我這個老爹說，那不然就回來學習雕刻嘛，就回來學習3年多，啊，就也是要很辛苦，要慢慢教啊。其實學這雕刻不錯了，可以把自己的想法還有那個理念可以表現出來。像這一件，如果粗胚然後打胚的時候，大小的比例，有時候都還要再學那個大小比例，還有這些配件啊。還有一些小細節都還要再學，這些小細節都很多要下功夫再學的。一係世界性素材工業有，現在的故鄉的天二台，還有木雕協會理事長楊光山嘅每嘢，本來佢到小學教書，細時節每天也會打過出牌，唔盼得也會見來見到細。將來在個認真學雕刻過後，行下地道也係做些辛苦。爸爸會告訴我一些小技巧，因為他知道我們女生力氣不是這麼大，
他会告诉我说，其实我们可以用肩膀的力气。对，因为我们女生就是刀并不是这么好使力，他会告诉我说，拿刀的时候其实可以拿下面一点点，然后靠肩膀力气这样推。本来医师师傅教师的传承的3年目标，是讲社会学士的同第二代天初人爱寻出路。也近年来，木雕博物馆同楚家畔新传样，本hand同學教設計校內太學生，來也同師傅學美設計協作，有等人還很留到生意，按樣木雕傳承就加添了一份希望。一些传统的徒弟真的越来越少，然后慢慢是一些学院学校，他们有刻意挑选一些对木雕有兴趣的学生，把他们甄选过来，然后木雕博物馆也付出蛮大的心力，还有木雕协会，他们就是把那些有兴趣的学生集合在木雕博物馆。太學畢業生來做木雕，也就係第一批。講以前係台南人，第二屆新傳人嘅學生嘅，佢對研究所畢業過後，沒實做過其他業嘅，發現自家情感投入，還係想做木雕。如何有3年木雕師傅湊結，佢就請太學長畢業嘅學弟妹共下來完成夢想。那時候就想說已經要來這邊了，所以我就打電話給我學弟，就是小盧，然後他就是說，你想不想來刻木雕啊？有這個機會，要不要一起過來啊？剛來這裡，得知我們是最年輕的，然後又是第一批從學院出來的那個學生，其實還蠻有點榮耀，有點榮譽感。然後也覺得，既然我們都已經來了，就應該慢慢帶一些學弟妹，把新寫學校的那些知識啊，或者什麼帶來那個產業。本來講說就畢業之後找個上班族之類的工作，對，媽媽也這樣希望，就她希望我找一個比較普通的工作，對，就是好好的就是去上班這樣。但是我後來發現，就是在我遠離她之後，她好像又向我靠近，就是這種微妙的關係。來到這個地方，你能待下來，主要原因還是因為我喜歡刻木頭，我喜歡木雕這樣。你陽先那路幹位係太學強班的同學，佢係都沒3年採體驗，不過也搭配本家機會來當到的主文，本家的做自家想做投入，還做得進一步學雕刻的技巧。這邊大部分都是客人給的木頭，那通常客人給的木頭會有，就是例如說，它可能會有榴花，或者是一些天然，它長旁邊這一塊，它會有一些天然拉很漂亮的部分。那它這部分的話，我們當然就不會破壞它，然後會想辦法把它融入就是雕刻之中。這是在3義比較特殊的技法，叫做漆木巧雕。傳承很重要，因為本來後倉咧，有辦法講啊，要學習一個木雕，永永久久雕下去，第一咧。安尼有好嘅環境，所以講咧，也個藝術上講係咩？安尼一個木雕專業期啊，會慢慢咧經驗慢慢完成，明年後年，前面佢太太嘅徒弟，參與幾下夾來中間咧，為啲雕刻師傅到現場嚟創作。其實台灣當地演師都有木雕業，單對家私也係強咩雕刻，請3年用多樣化創意帶領台灣木雕向前行。我木雕業按樣永續下去咯，學者建議做得學唱嘅德國，太學教育嘅結合工藝，向後生人嚟做。家老師傅也就是當有技術不過佢哋觀念咪就冇關係也是呢太學地方嘅土設計人佢哋就較會較有觀念，不過技術就冇按就講博士啦、博土對話呀按樣來樣按樣佢就。像德國嘅安尼做安尼做創意安尼木雕嘅人有跟你學位安尼就對啦最主要做的是說，我們要將3義這個市場建立好，然後我們要將木雕作品，然後怎樣去把它銷售，怎樣去行銷。如果我們將這個市場做好了，這個環境做好了。我們的第2代、我們的第3代，甚至第4代、第5代，他們還會再繼續延續住在這裡，從事3義木雕的工作。我也是希望大家來這邊之後，聚集成一個木雕的聚落，在這邊將來不只是工藝，而且是藝術、工藝並存，而且大家的東西都可以有一個不一樣的面向呈現。其實我覺得這就是未來一個蠻大的可塑性。重點就是要有學生先踏進來，對，我們踏進來了。老師傅會進來建設，不過將雕刻嘅環境建立好，有4台高架，傳統嘅木雕技術唔會蒙汰。
无听出100年过后，因为木雕一定占到师傅其中3年，使之到传统的客家庄变做的族群共和国。不过，人听出不记得的是，一方土地上曾经发展的是台湾木雕的发源地，韩国雕刻数年没有继续下去。